欢迎收听7月28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2章22到36节。撒母耳记上2章22到36节，无限赛局的停看听，制服己心，强如取城。要来 RPG 祷告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的6章7到8节。你们不要自欺，也不要欺骗上帝。一个人种什么就收什么。他若为着满足自己的情欲而撒种，他会从情欲收取死亡。他若为着得圣灵的喜悦而撒种，他会从圣灵收取永恒的生命。我们是为了什么缘故而努力呢？我们就要在那件事上来得着收获。高雄一位男子只因为要求网络吃到饱的手机，就被父亲拒绝，竟然愤而持刀捅刺了父亲16刀，致死。被逮后就依杀害直系血亲的尊亲属羁押。他辩称与死者无深仇大恨，没有杀人动机，只是一时气愤失控杀人。这个新闻不到1个月的时间，在新竹一位男子因为与爸爸要钱起口角，为了吓爸爸，这是他的说法，他买了600元的汽油回家泼洒，造成家里经营轮胎行的1楼开始瞬间成为火海，住在楼上的家人8条人命就这样失去了。有人说，这样的人伦悲剧是因为沉迷网络游戏，有人说他们是有情绪问题、精神问题，但其实在新闻当中，我们都发现他们没有特别严重的精神问题，在行为的当下都是具有判断力的情况。不论归因什么问题，我们都知道其实是心出了问题。今天的经文，我们看见以利告诫他2个儿子，在他很年老的时候，他不断的听到他2个儿子对以色列人种种恶劣的行为，不论是在圣幕前跟在那里伺候在那里出入的女子有这样的不恰当的关系，或者是在人们当中，就如之前所说到的，对待侍奉上主的工作是很轻率很藐视的。在这里以利其实有提醒提醒说，如果人得罪别人，上帝还可以为他辩护，但如果人得罪的是上帝，谁能为他辩护呢？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比以利2个儿子，这里所说到的撒母耳却是因着侍奉敬畏上帝，深得上帝和人的喜爱。一直到今天的经文的最后，我们看来是一场悲剧，而这悲剧原来是可以不用发生的。前面有着上帝的警示，来到这里已经是一种宣告了。有一个神人来见以利，向他传达上帝的信息，说道他的祖先亚伦一家还在埃及王那里做奴隶的时候，上帝已经启示要拣选这个家族，要使他们成为祭司，在上帝的面前来侍奉。然而以利和他的儿子却是在上帝的面前看人过于看重上帝，如29节所说的，你为什么看重你儿子过于看重我？容许他们把我子民所献生祭中最好的部分拿去养肥自己呢？
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父子关系似乎在教养上真的是有很大的挑战。然而我们也看到以利其实有提醒他的儿子，然而每一个人最终还是要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在这里上帝特别讲到以利，是因为可能以利姑息了他儿子的做法，让这个藐视上帝的侍奉行为继续的发生。其实我们从前面的经文看下来就会知道，其实以利在这里对他的儿子的教养看来是无能为力。是为什么原因无能为力，或者是他怎么教导他的孩子，我们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因为这边没有写到。然而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以利是一个祭司，但是他的儿子并没有按着上帝的心意来服侍，也没有看重他父亲到他们都领受祭司的这个职分。所以上帝的心意在这里就很明显的让他们来领受了。这里说，你一定会懊悔嫉妒我给其他以色列人的福分，因为你家再也没有人会活到年老。的确哦，在接下来的时日我们发现哦，这两个儿子真的就是上战场就死了，真的在同一天。而后来听到这个新闻，听到儿子死去的新闻的以利，也在那个时候从椅子上跌落下来就死了。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故事里面好像有两个情况，一个是已经在尊贵的位分上，但是他们活出来却是藐视上帝的心意，而另外一个好像是从无到有，从很渺小很弱小开始学习如何专心侍奉上帝的撒母耳。在这两个家庭当中，让我们看见上帝真的不是因着我们是出身权贵还是出身什么样子的血脉而看重我们的服事，而是他要兴起我们，不论我们是什么背景，只要我们忠心的专注的而且敬畏的来到神面前，我们真是看见这两个家庭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结果。许多的父母感觉到在教养上的委屈，因为其实他们也尽力了。然而在孩子领受这教养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时候这两方都是委屈啊。如同这个为了吓爸爸，他其实是第二个儿子，他长期觉得父亲对他和他的哥哥不公平。然而在这样的家庭背景当中，谁能够成为那公义的量尺来量谁是对的谁是错的？或许我们都要说，这两代之间心都出了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来学习？我们该如何来寻求上帝的心意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如同面对罪恶一样，如果我们确实知道我们做错了，我们得罪神或得罪人了，其实我们需要第一件事就是停下来，停止罪恶，或者是停止继续负面下去的情绪。当然这是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可以决定的时候，而且有很多时候是我们可以决定的。另外一个部分是要看见什么呢？看见自己什么原因我会这样做，看见自己到底在委屈什么，在难过什么，在无力什么，看清事实，而且面对这个事实，然后要听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情绪无法用正确的方式，或者是我们面对在关系当中的伤害无法用正确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确是无能为力。就是因为无能为力，
我们更需要寻求上帝的心意，要听上帝的声音，如同箴言所说的，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能够制服自己的心，其实这样的能力已经如同你打胜仗夺下一个城镇了。聆听上帝的声音，帮助我们来看见情绪的真实根源，更多的是看见在那关系当中，我们面对这些不公义、委屈或是难过，甚至是自己觉得的一些情绪时候，我们可以因着上帝来学习跳出自己的框架，来学习跳出自己的自以为是、自以为意。其实也很多的伤害是事实，但是面对这些事实所带来那个恢复跟和好，有什么机会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基督信仰里面，耶稣已经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而且他为我们付上代价，为我们的受伤经历了刑罚，为我们得着那真实的生命，他已经为我们钉上十字架。所以我们不用再一直去抓紧这些过去的伤害来度过我们当下的这个情绪。无限赛局中的停看听，不仅是在情绪上的停看听，也是让我们不继续得罪上帝、得罪人、得罪自己的停看听。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不论在教养上是教的是领受的，我们都要学习从上帝的眼光，从上帝的话语，成为蒙上帝喜悦的儿女。如同今天 RPG 祷告所说的，为了得着圣灵的喜悦而撒种，就要从圣灵来收取永恒的生命。我们希望能够经历上帝那永恒的生命吗？还是我们只是顺从自己的情绪，顺从自己的情欲？以利的2个儿子顺从自己想要的，于是他们就在他们的此生中收取自己的死亡。然而上帝的心意在那个审判还没来到之前，都希望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他，如同他透过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生命。若是我们相信，我们就要经历。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知道我们情绪的主，你是看顾我们全人生命的主。主啊，在世上很多时候我们都有欠缺，不论在教养，不论在领受，我们都有欠缺。然而主，你的爱，你的话语，你的真理能够补足这一切的不足，更是使我们靠着你来领受那永恒的生命。恳求主你帮助我们有正确的眼光，看待我们自己，看待我们的家人。求主帮助我们有你的爱来彼此相爱，有你的真理来彼此相待，使我们真实经历在主里彼此相爱。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的主，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愿上帝赐福你，在你的家中活出从上帝来的爱，彼此相爱，源源不断。也求上帝让你的心常常有圣灵的感动跟支持，使你在各样的情绪上能够有盼望，有希望。我是思谦牧师，我们明天见。